歡迎咁多位嘉賓、各位參賽嘅朋友、各位觀眾以及傳媒嘅朋友，今日嚟到呢，就由公民教育委員會以及民政事務局所主辦、律政司協辦嘅有問有答基本法問答大賽決賽暨頒獎典禮。喺呢度呢，我好高興，亦都榮幸喺呢度見到大家。民政事務局轄下嘅公民教育會呢，一直係致力於呢喺學校以外呢推廣公民教育，透過唔同嘅計劃同埋渠道。包括向社區嘅團體、非政府嘅團體同埋區議會咧，做一個撥款，舉辦咧有關推廣公民教育嘅活動。適逢2015年係基本法頒布25週年，今年嘅基本法問答比賽可以講得話係特別有意義。自從去年首次舉辦以嚟，呢一項比賽十分成功。反應非常之好，呢2年分別係吸引咗超過1萬同埋12000人參加，令到同學同埋市民有機會加深認識基本法。3、2、1，哇！揭開咗呢一本嘅基本法，象徵住我哋今日所舉行嘅有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賽決賽正式開始。今次基本法咧呢個答問大賽咧，我哋覺得係非常之成功嘅，因為參與嘅人數咧就非常之踴躍，一共有12000多人參加。咁其中覆蓋面咧都好闊嘅，有小學組啦、中學組同埋公開組。大家會睇到咧，每一位參賽者咧都盡力去搶答，希望爭取最高嘅分數。咁我哋對公開組咧係非常之有期望。雖然基本法係咁深奧嘅條文啦，佢哋都好熟悉佢個內容嘅。但最令我驚喜咧係小學組同埋中學組，因為小學組咧嘅競爭係非常之激烈，大家要搶答問題。到咗最後關頭咧，其實有2名嘅參賽者咧嘅分數係相同嘅。我同在場嘅觀眾咧都非常之肉緊，大家睇邊個可以爭到勝負。1、2、3，